关于延毕莫考证累计考证人数维持在440以上人。谈谈关于疫情有卡方面，指挥官陈志忠按部也会起到坚定体系，视察调解防疫措施，每位前途落法防疫的观念。指挥官陈志忠强调，也下啲关于旅游系动安全的，希望民众做好防护措施，就做得强壮的，强出成法。未来仍然关于疫情有卡方的疫情指挥中心同期的研究讨论，为针对疫情风险卡大国家，为动用上部人士短期来台湾，韩国为手段来台湾过后的居家检疫因素。不过台体感染口医生动手，也还是有可能会有动态风险。疫情相对较稳定，表演艺术联盟就呼吁，为大家全面解除场馆限制，希望就要准备纾困3.0的。然后特别是的高雄舞团虽然无盈利压力，就决定为带动民众喜欢。龙年从为其国家银行堂来表演，为用新名词带最人美，草莓发愁。以前中票伫前2日开始卖，已经卖强香的。中南民族以前含系东洋葱，巴西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超过33万人。然后美西国这片22个日确诊人数渐渐的有3300人，为医疗体内就强为负担不良的。巴西也是全世界疫情第2严重的，一方人员去到记录公益为6张年2多年级。韩国法国一方人员本年发现本人作手，也就要求医院为加薪改善工作条件。